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初二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米迦书第2章第1节到13节。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爬远。诗篇第1篇第3节，讲到义人要亲像一丛树同款，栽伫溪水边，并且是要照时阵来结果子，伊袂孤单，伊做的代志拢真顺利。另外，伫诗篇72篇16节嘛安尼讲到，愿这个土地五谷丰收，满山坪有麦穗。亲像黎巴嫩的树林赫尔旺，原城内人亲像地上的草，茂盛兴旺。丰收到上帝祝福，就会得到丰收，满山的麦穗。城市的人要杂通通，但是人要亲像伫野地顶悬的草茂盛。颠倒的形容就是爬远。咱要对今仔日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安尼。米迦书伫米迦先知伊的提醒圣经安尼记载欺压者的结局。伫眠床图谋不义、计划歹代的人惨啊！因天一个光就去做歹。因为因掌权权利，因贪人的园就甲因抢，疼人的厝就甲因占，因欺压人甲因的家庭，抢夺人甲因的产业。所以上主讲：看咧，我计划要降灾的，互恁遮的人，恁袂当脱离这个灾厄。行路头壳举袂悬，因为这是灾难的事。伫迄日，人会对恁讲讽刺的话，唱悲惨的哀歌，讲：阮害啊啦！阮同胞的产业变成做别人的，阮的田地互人抢去，交互阮的对敌。所以，伫上主的大会中，恁绝对袂当搁抽签分土地。因讲恁毋通说教，毋通对阮宣讲这的代志。上帝袂互阮见笑。雅各的后代兼通讲，上主的心胸遐尼矮小，伊兼会做即款代志。我的话对行为正直的人一定有利益。上帝讲，恁遮会计划歹代的人，亲像对敌起来攻击我的子民，抢夺对战场转来，期待平安过日的人的外衫。恁将我的子民的妇人人对温暖的家庭赶出去，将我对因细囝的祝福永远抢去，起来逃走。这毋是恁安全徛起的所在，因为恁不义的行为，这个地一定受毁坏，彻底毁坏。若有人死过行，传无影食骗人的话，讲我有言将来恁保酒高酒啉袂了。这款是恁下伊的先知，以色列所剩的子民我一定甲恁组织起来，我要甲恁安置伫一个所在，亲像羊伫羊巢，亲像羊群伫草场，人真济，声真旺，有一位带头冲出去，带因对城门冲出去，因的王做前行，上主伫头前因带因。
上帝有言遐会欺压者的命令，伊将要收回伊的土地。上帝伊刑罚将要临到，上帝互因失去亡，不但无搁再无生，搁较将因的土地甲收回，互因变成做皇帝。如果是无同心合一，无愿意行伫上帝真理道路，就要面对上帝将来的审判，也要变成做荒芜之地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也看见上帝照顾、应允遐会存落来、愿意行伫伊正路的人。相款伫福音书嘛，提到着一个大灾难。伫面对灾难的中间，有假先知、有假基督出来欺骗人，甲米迦书所讲的共款。迄是一个混乱的世代，先知的预言将来要发生，人拢要失去因徛起的所在。有侪不幸会发生，其中的情景嘛伫前无偌久，哈马斯的攻击事件中间再度会发生。咱看到今仔日马太福音的经文，伊安尼讲：大灾难。所以当恁看到上帝通过先知但以理所讲迄个可恶的毁灭者，徛伫神圣的所在，读的人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。迄时，伫犹太人就逃走去山内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米，伫园里毋通转去摕换衫、遐换衫。伫遐日子有神因的，互婴仔食年的妇人非常的不幸，着祈祷恁才会通免日、冬天还是安息日咧逃难，因为伫遐个日子要有大灾难，是创造宇宙以来毋捌有诶，将来嘛袂捌阁有。上帝若无减少遐个日子，无人会得到救。毋过为着伊诶选民，上帝会减少遐个日子。迄时若有人甲恁讲，你看基督伫遮。还是讲伊伫遐毋通相信，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惊大神者甲技术来迷惑人，那会当连选民拢要甲因迷惑。我已经先甲恁讲啦，所以恁啊有人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旷野毋通出去。还是讲，恁看，伊伫房内嘛毋通相信。死若对东边，死到西边，人子会来临嘛会亲像安尼，尸体伫倒位这个鹰鸟就拢会伫天伫遐。这是伫马太福音所预言的代志，伫即个灾难一过去了后，日子就会变黑暗，月会发光，星会对天顶落落来，天顶的光体拢会摇逝。迄时人子的兆头就会天顶来出现，地上万族万民拢会低头。因会看见人子充满权能甲大阳光，坐伫天顶的云来临。伊会吹伊的天使，互分享亮的喇叭，对天的即边到伫天的迄边，对四方聚集伊的选民。虽然咱知将来的审判要带来这个拍远的景象，性命无有盼望，灾难的日子一个过去，日头要变乌，月亮无再发光，星要对天来坠落来。但是上帝又愿将人子差派互世界，
带来愿望。伊若是军队耶稣基督的脚者，行伫真道的道路顶悬，愿意同心合意的服侍，一定会得救。因就要得到丰盛富足，甲主同个活，进入伫人主的荣光内底。以色列牧者传羊约瑟，亲像在传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暗耳空听。这伫天上的基路伯，宝座顶悬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拉西面前，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你的面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你对你的子民祈祷发受气，要到当时，你要互阮用目屎准饭食，用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相争，对敌做阵甲阮踢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求你的面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17节、18节，愿你的手保护你正边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感谢上帝，你提醒阮。互阮爱回头来行伫你的正道，伫教会内底同心合意，追求主你对天顶的祝福，甲你的阳光同高活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